好，大家好，飛波拉車度都拉車度訂閱嘅時候，我係潘中文，大家好嚟到。今日講啲咩咧？經典嘅長谷川就係揸住啲咁嘅嘢，係咪？係咯，係啦。經典長谷川1:400，係。等陣有得睇，記得訂閱拉下 Facebook 留言寫下手啦 ，YouTube 只會喺 Facebook 播完錄上去 YouTube 嘅。好啦，係啦，好嚟咯。呢架係1:400嘅，佢97年出嘅1:400砌嘅。佢而家個廠停咗，不過冇出1:400嘅機。不過好少啊，係啦。依家嚟自日本嘅全日空，佢就係1996年嘅，係啊。佢等先，佢2008年又抄翻咁嘅嘢出嚟，我要買翻經典嘢啦。真係曾經有一副咁嘅機嘅，係啦。我當年有加速航空嘅一個空中巴士，一架類似嘅 DC-10，好似呢一隻咁 DC-10嚟嘅，係啦。佢已經退咗役嘅，佢已經冇啦先。喺香港先冇嘅，嚟境外地方唔一定有啦。依家就係8094，冇錯。呢個國際機好似飛300幾400人嘅啫，如果內陸機係飛500人左緊嘅，佢用緊 GE 咩啊60281啊，係啊，係啦，咁嘅係啦，我費事乜啦啊！我顧住滾石啊！就開咗個爐，冇開爐嘅喎。冇開。好啦，呢架就係全日空，一飛歐美東南亞航線，包機曾經飛過澳洲、新西蘭，不過停咗嘅。好，有機會飛俾你財爺啦，多謝收看啦，訂閱記得 Facebook 嘅 Hi 同聲 YouTube 係擺上去錄播嘅，拜拜。